再来看台中的山区，昨开始雨落袂离，中华便道3.9公里的所在，今仔透早放山，双向的交通拢中断。公路总局是评估讲，至少爱3日才有法度畅通。 大型的山鸟青除兔鸟，双边的交通完全中断。受到卡努风体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台中市和平山区为3号开始风雨增强，中型便道3.9公里的所在，4号透早发生大规模的崩山，崩落来的量体大约是1200立方公尺。因为雨势不断，佮加上有大粒石头挡掉的，公路总局各管公务单评估畅通需要3天的时间。比较困难的是现在正在下雨，而且有一颗很大的孤石哈，大概这个孤石的体积大概在500立方公尺左右，需要做后续的裂解。公路段会随即派员进去清除，预计抢通时间约3天左右。和平区其他的路段是有树仔倒去的灾情，东徛路2段10.5公里，还有梨山台七甲线67.7公里的所在，拢有树仔倒去占着车道的状况。警员顺路发现，赶紧刷去路边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。该路段又是法夹弯，担心未立即排除易发生交通事故。 远景徒手将枯树枝拖到路边，维护用路安全。外围环流，佮加上西南风，台中山区预计也会出现大雨。当地警方呼吁民众，若唔是必要，尽量莫出外，游客应该避免入山。若是发现道路中断，会使通报警方或者是公路总局。记者台中报道。